根据民国109年感情登记资料显示，甲状腺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排名第4的恶性肿瘤，一档新增案例大约是5000人，女性发生率是男性的3倍。大部分的病人他其实预后都很好，可是呢会有少部分，甚至到第4期的病人，其实他5年存活率就是很明显的下降。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大部分都是手术，手术完以后放射点治疗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追踪。有一寡甲状腺癌类型，传统化疗甲放射治疗效果较歹。伫这几档虽然会当运用标靶药物治疗，也毋过病人产生抗癌效果比率大约伫10%到60%不等，效果也是无好。因此，基美病医采用精准医疗的方式做基因检测。甲状腺癌大部分大概在80到90% 的这个甲状腺癌都会有特殊的基因突变。比方说最常见就是一个叫 BRAF V601，或者是甚至像 NTRK 或 RET 这些突变，偏偏这些突变都有药物可以使用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可以及早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，帮他找出突变以后，然后对症下药，这些病人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。目前基美病医为甲状腺癌病人量身定做一套检测模组，7天内底就会当有报告，互病人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内底得到上妥当的治疗。台南新闻中华采访报道。